上禮拜，人帶大家去到睇台北市公館鬧區巡後嘅杉樹山村落。2年前，因在藝文團體韓國國家人士應聽申請杉樹山能有為文化景觀嘅身份。其中，屯一個村落聽做保存韓國再個利用嘅好杉樹工作室，頭下亦能辦嘅赤飛發通藝術節、神發故事展也到屯沙區幾年強減起來。因為也認為愛保存村落，韓國應該對人出發，愛沙區韓國有能量。那我一直希望屯彝族精神發揮到都市地度嘅台灣彝族協會，依然暑假也去到杉樹山村落，附近一隻公務正義嘅空屋，屯台科大嘅教授向下打造為木工坊，提供本學生嘅韓國民眾喜好，韓屯沙區裝備來聽證報告。因為上海屯杉樹山嘅空間做韓國好嘅利用。做到公館，對不對？你妈，这是什么鱼啊？乌龟鱼啊！乌龟鱼，好大只哦！对啊，超大的。迎喊亞媽媽嘅總比妹，動力嘅準備澎湃嘅豬，好杉樹工作室嘅也嚟成員，總比較順風，氣氛嘅大追股。為了為保護杉樹山村落，2年前起始好杉樹工作室就去沙區督航，對探訪調查文史做起始，未進一步帶定沙區機密，又盼藝文發通嘅方式來保存。我們是一方面用很軟性的方式，然後去推動這個保存的事情，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就是我在這邊生活的感覺，就是很生活化的，我們沒有必要因為保存的事情就在社區裡面搞得好像是很目的性導向這樣子，我們還是會就是來葉媽家吃飯，然後就跟葉媽一起去上山做什麼這樣子。我是覺得說很好啦，真的住在這個地方很好。我要趕我們走，我真的很捨不得啦。哎呀，我是希望說這學生一直幫助我們。看到這條就是我們稱的古道，那古道就是最早從清代的時候，它其實以前那個景美就是那邊的羅斯福路還是河的時候，那邊的那個羅斯福路現在是淤積出啊。一位後生人都來聽報說，蔡天兒未就假意喊出來表達想法，成日都好未有推過太嘅學生嘅做沙期討論員，對倒擺嘅討論過程當中，學生嘅發現到。學校其實做得到杉樹山村落，打造咗一類教室來利用。如果我們有台灣的校地，其實如果能夠跟居民的社區變成一種共生的狀態的話，那你是不是有一種大學和社區共生的想象？你會不會有機會讓學生能夠走出校園，就是跟這些居民去接觸？那或者說，就更簡單來講，學習尊重長輩嘛，學習關懷長輩，就是你有一個說法是。當你在外面有一些活動機緣，你關心了外面的長輩以後，你更懂得如何回去關心自己家裡的長輩，所以這個東西也就是一種學習。關心沙期總批也了想，用唔用公共空間來本機密要行卡到機會交流咯。佢從第沙期工廠帶定機密來打造出現同南瓜棒。這兩邊就要折起來變一個三角形，然後再來就大家說的高一點拿上來。可是要夾到尼龍繩哦，從上面夾到尼龍繩，再夾到這個帶子，這樣就好了。最後撐開一點，其實它會自己會在裡面慢慢長大。很鬧熱啊！大椎骨，很鬧熱。有樣咩？我出發下月夏天。他孤單呢，还不錯啊，只是太少，地方太少了，能夠更多一點就更熱鬧了，增進人際關係啊，對，要不然都市裡面很少就這樣聚在一起，好玩呐，種，大家一起，你種什麼我種什麼這樣子，他也沒是好心呐。哎呀，我們歐巴桑在一個快樂的弄看菜的，怎麼講？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然後討論一些公共事務，因為我們是要種什麼，然後什麼時候種，然後要怎麼輪流照顧，其實是大家一起討論出來的。然後其實我覺得大家其實是習慣種東西，可是不習慣公共的討論。那可是透過這個，我覺得可以讓老人家他們重新就是去大家彼此討論說。
光是一个瓜棚要怎么去大家一起去经营这样子。对文化保存提高社区意识，工作室嘅成员同记录嘅关系未见来见成。因正第一，单单就係一陣年係你老人家，嗰數當禮拜佢哋成員就會向下連點去看佢下掉，每不時會帶定台灣呢種協會嘅成員去看貨嘅，有奶會聽節目。熱鬧多了，當然心情不一樣嘛，對不對？要謝謝你們，天氣那麼熱，哎呦，不好意思，打個電話就好。知道有一个贝贝他过世了，对，然后他离开的时候，其实家里没有水，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才知道，好像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可能正在发生，但我们却没有注意到，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虽然我们也不是什么专业的老人关怀的组织或等等。但是社区的事情，也许我们也可以有一点的帮助。接触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想象的他们会有的居住问题，可能跟真实的居住问题不太一样。对，可是也是需要协助的部分。对，像是奶奶刚刚有提到，就是通风会很热的问题，就是她可能会害怕说要用电，然后要花钱，所以不敢说开电风扇或者是抽风、通风的机器。对，那我们可能就可以想说，那要怎么样用比较省电或者比较环保的方式，然后改善他居住的空间，让它变得更凉爽，然后身体比较不会这么不舒服。台灣兒童協會喺今年暑假開始接觸杉樹山七路，好杉樹工作室每不時同佢阿哋分享社區風嘅情形。兒童協會也喺行年內重點係標啲卡綜合嘅調整。今年佢哋希望讓兒童嘅理念帶到都市內，頭一站就係杉樹山。選定這塊地方也剛好是學校這邊有一塊空地，然後我們也剛好在之前在思考怎麼樣把偏鄉異族這件事情慢慢做回來都市，然後蟾蜍山只是我們的開始，所以我們同時也有在思考臥龍，然後南機場，還有其他的地方。為讓兒童嘅觀念帶到都市，頭一步就係台灣兒童協會今年暑假去到杉樹山七路巡訪，以嚟看無乜嘅爭議嘅項目嘅，同推口台建築內教書向下合作開業木工坊，唔但將提供本推口台學生嘅有實際去做嘅機會，對木上有興趣嘅人未做得去參加。我們做木工坊啊，邀台科大學生一起來。其實有一個關鍵，因為我以前也是台科建築，然後我了解要先讓學生實作，他們要先從小的東西開始動手做，所以我們一開始先讓學生做小的，像小湯匙啊，小的單元的，像小台燈、小椅子、小家具，然後慢慢變成做成大的單元的家具，然後最後再變成大的空間的修繕。然後一旦學生他們有這樣子的能力的時候，這些學生就可以一起進到蟾蜍山裡面，跟當地的居民一起合作，把他們的房子做重新的修繕。當然不脫離我們學校的一個基本的目的，就是教育。好，那教育的對象，他希望是能夠帶學生來以一個 maker 的一個精神，好，去找出想要解決的問題，然後除了一些知識上的學習之外，更能夠實際動手去把這個問題真正的解決，包括動手去做出一些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設備啦、機具啦，或者是構造，甚至整個建築物。好，那這個是一個 maker 的精神。對愛用為做木箱都機器愛用為用，韓國做出細型嘅木製品，韓國嘅宿舍區，老一件恐怖嘅嘅復學嘅。毛招地度嘅布擺同老輩嘅風景，
并入主题度方来练习，也条学生的指导活动一道，推口台每指导按内做每一好。我觉得就是因为学校毕竟是职业学校，那有机会让我们学校木工就非常难得，因为大多数同学其实也没有机会学到这个东西，那就觉得非常好玩，非常好玩。那我们之后学习这些之后可能会去做产竹山的一些内部的空间规划啦，或者是做一些东西的修缮这样子。因为工业设计就是要蛮多制造的流程要了解，然后想说就有这个机会就可以接触到木头，因为在学校我们一般就是做模型而已，就是没有机会操作实际的材质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来这边就可以接触木头。开幕工坊也空屋嘅就有成名，台湾二中协会希望两摆爱来同居民添增屋嘅，对呀就看得到保存工作，係講下下先考慮到嘢，嘅建築文化就會上上下去。也條經驗未會記到人嘅老師都好，學生嘅未行卡有機會電腦背同人交白，嘅屋嘅就唔會單槍係屋嘅天天。